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有一句话讲，大菜夹小菜，鱿鱼夹肉汁。这个意思是讲乌吃乌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夹，搁叶夹第四条。夹做动词，就是供出的意思。咱讲抢夹，某人讲是夹人。另外，搁有强夺掠人，就是夹掠。若是犯强盗事件，咱讲是犯夹案。另外，犯夹案的嫌犯就是夹犯、夹贼。这里做名词是在的意思，咱讲夹数，正大的夹数就是大夹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抢夹，这个意思是用暴力手段来强取人的财物。第二个词读做夹数，意思就是命中注定，无法度避免遭险的灾难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比如讲，新闻常常报道有人大路唔行，惊冤领，好人做歹囝，去做一寡变成抢劫案，这是为非三做的代志，将其尾也是劫数难逃，都爱去食免钱饭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劫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